鄭嘉如私人刑事檢控前僱主《華爾街日報》嘅案件近日開審。呢單由黃道出執記協 vs 反華上腦《華爾街日報》嘅狗咬狗骨案件，着實令人感到趣味。事源2024年記協主席改選，當時受僱《華爾街日報》嘅鄭嘉如競逐主席之位，點知呢個以反中亂港聞名嘅美國報社，非但唔支持佢參選，仲要求佢辭去喺記協中嘅職務。作為僱員嘅鄭嘉如卻逆其道而行，決然參選，最終喺佢當選後，落得被炒魷嘅下場。鄭嘉如不滿被炒魷，向法院提出私人刑事檢控，控告《華爾街日報》阻止僱員參與工會罪，仲召開記者招待會鬧爆僱主，從此開始咗呢對反中亂港前主僕嘅狗咬狗骨案件。然而案件更加有趣嘅係，喺近日嘅審訊之中，被告一方嘅代表律師指出，鄭嘉如提出嘅檢控動機不良、唔真誠，大爆佢人前人後兩套講法，令呢單充滿吊詭嘅案件更添睇頭。律師喺法庭上指出，鄭嘉如當日召開記者招待會嘅時候，聲稱事件涉及新聞自由，又一直對外宣稱提出檢控同金錢無關。但根據往來電郵，佢喺談判中曾提出兩個方案，一係支付和解金300萬，二係讓佢復職同正式道歉，並威脅僱主若唔支付呢筆錢，就會作出刑事檢控。被告代表律師嘅呢番言論，可謂係為呢單案件投落咗一粒重磅炸彈。雖然目前案件仍未審結，但從中唔難睇出鄭嘉如深得記協同西方媒體嘅雙面人真傳。佢把口講到義正辭嚴咁，咩為咗新聞自由，背後卻係明碼實價傾條件。原嚟鄭嘉如口中嘅新聞自由，亦係有得講價，有商有量，唔係怪《華爾街日報》無情炒魷，而係價錢仲未傾好，人前扮可憐，人後露真面，兩套說法實在令人啞然。只不過鄭嘉如似乎仲唔止檢控動機不良令人關注，仲有佢打官司嘅資金來源亦令人好奇。須知鄭嘉如呢場官司花費必然唔少，佢已經1年幾冇常薪工作，聘請資深大狀同大狀代表打官司嘅錢從何而來呢？有消息推測，記協曾於2019年黑暴期間成立咗所謂嘅記者保護基金，當時喺網上眾籌得過百萬，用嚟支援所謂被捕記者，但後嚟一直見唔到基金嘅資訊。唔通鄭嘉如今次動用咗呢筆基金款項？如若不然，就極有可能仲有其他秘而不宣嘅資金來源。總而言之，無論呢單案件最後嘅結果如何，記協嘅公信力都早已不存，不妨考慮下早日執笠解散算啦。